地毛。不是客家人听不懂，都跟俺上得蒙，对，唱，然后他们一直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就说你为什么一直在上给蒙？上给蒙，安古开天啊，都已经拿。哎，你演出名的名我都冇改，我没有，冇系啊，哦，马都跟他比。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鄉親朋友啊，大家好，今日係你共樣嘅特別計劃嘅特別計劃係主題係乜嘅東西呢？就係客家人，然後唔係客家人嘅朋友來拼一下，來 PK 一下，PK 一下，哎呦，所以客家人做唔到神面子啊，分咗兩吹啦，對，跟人嘅吹又有獎金好拿嘅，哎呦10000元，1獎，係啊，隨便就送出10000元，所以呢，夾過來看一下，今日有搶到來特別特別，客家人係要唔係客家人嘅朋友？係喲，後背係客家人，前面唔係客家人朋友，嗱，雖然沒辦法正式比賽，但是還沒有搶到那評審欣賞。當然。來，好，介紹 TV。一個小先生，7字 B 先生，7位先生。來，今日今行今日非客家人與客家人的 PK 賽啊，有搶 TV，客家人，愛客吹，愛客吹嘅戲本身帶來演好自家。來，等下啦。涼風啊，吹呀吹，喊到咪濃夜公山下，夜空將陰陽講故事本堂，喊記得大目標，喊些天。原來行過人生唔係破天人，無法重來認真動下。愛愛一遍一遍演好幾個，夢都再把喜樂雙倍撫養。夜空有世界，夜空有誓言，總愛下的感情。你愛一遍一遍演好幾個，不是輕聲偏硬比把國家，倆種一匕首，下種一快樂。邊幕聽嘅故事，演好幾個。愛一遍一遍演好幾個，夢都再把喜樂成為撫養。夜空有世界，夜空有誓言，總愛下的感情。你愛一遍一遍演好幾個，不是輕聲偏硬比把國家，倆種一匕首，下種一快樂。
吉娜姐好。客家人完蛋了，客家人完蛋了，哇，完蛋了，完蛋了。踢个外下吹出了就冲到你。哎呦，第一棒就派出强棒出来，就不能随便唱唱吗？我你还刚赢得面子嘛，黑毛。没有啦，就是要拿出实力，这样才有那个。对啊。哎，拿出你的实力。好厉害哦，那个转音。哎，你看这种冲够进步了嘞。对呀。你看上线他稳听了。对。气没他久哦，气也比较足哎。有电。有打健身环的关系是不是？哎，有，每天都给他。是有常常在那个一些表演的场所表演，算是有在练一些发声啊。哦。我觉得有特别去练发声。就是练一些很基本的啊，基本的发声，比如说么呢之类的那种，然后去练爬音。但是你今天的声音状况好像不是很好，对不对？我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吗？以前好像还好嘞，有点胃食道逆流，就会伤喉咙。哎，那很伤，可以轻松给有两条。就是唱歌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用到喉咙，就还可以的。这个不，它听起来是一种特色，有一些阿莎，听起来沙也个人的独特，还不错。哎呀，还能哄客家歌的，你是怎么会要怎么学客家歌？接触客家歌。我当初是我刚好跟到一个乐团，一个那个做婚礼的乐团，然后团长他是客家人，他是客家老师，其实团长的妈妈你们好像也认识，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团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被他逼着说唱客家歌，然后带我们乐团去六堆那边表演。那有没有多一家机会？对呀，多一个语言也多一个机会。对，你看现在表现的这么好，对，创特了唐先生的光景的。他说最近有练发声嘛，其实他讲真的在发声的部分已经进步的蛮多了哈。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客家的咬字，转到鼻音的时候，比如说然后去嘎那个转到鼻音的地方的那个拿捏，有的时候同样一个眼字第一次、第二次，你的冲法就某 Q 中，就有一点点到鼻音的位置就不太准确，听起来就跟客家的原本那个字有点差异，这样算挑骨头了哈。还有一点哈，这种我觉得，俺一边然后去嘎这一句啊，弹过青岛给唱歌哈，但是你给不唱，虽然你有 power， 你很有力量在唱，可是俺一边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 crescendo 的渐强渐弱，渐强渐弱，然后它然后起嘎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拿捏，你要抓到很好，因为廖树国最重要就是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我是觉得你调整出一边把它唱太粗了，就某多那种进入气氛，然后告诉你说然后起嘎，我你要是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就把它当成在录音室教唱爱用个风声，因为你们有爱用个水准呢，所以这样我也不知道他是算是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了。反正我的讲法就是，我认为说这么好的条件的歌手，应该要把这些部分都要处理好。第一个咬字要处理好，第二个要进入气氛的时候，你要怎样子去酝酿那个气氛，到你要讲的重点。因为这首歌名就叫《然后去嘎》，所以演好自家的前面，你一定要做得很漂亮，这样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老师。大家好，那就要来看他的分数哦。欢迎他评审的分数。谢谢。讲很用讲，还不97分呢，96.7分啊，总分，对吗？好啦，恭喜评审啊！谢，好，很棒，96.7分。哇，杀好了，哇，他家吹压力就太了，不过两边没请你会。主平均带雷练头发。好嘞，弹过来。洋洋来相那次啊。冲江流来水那，自上流来呀那样啊，但江流来冲那。
3萬個路祖先，開山有甘甜，都該送家都在，下家都背嘅泰山背，總有痛，總向西，有痛開痛發嘅痛子，向西呀相思。向西開花滿山岸，要痛啊要痛，要痛開花滿山爬，滿山爬爬嘅要痛花，那勇士那勇士，看到痛花，想到客家。將將嘅痛花，要嘅條夢夢，夢下家嘅遊子，盡不開。滿山爬爬嘅有痛花，那勇士那勇士，可是看到痛花，思想到客家。將將嘅痛花，嘅條夢夢，夢下家嘅遊子，盡不開，都嘅條夢夢，夢下家嘅遊子，盡不開。哎呦，哎，老哥好，大家好。哦，你这个你刚刚唱完以后，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很冲动的，想冲动的冲出来。我们那个是要把我拉下去吗？冲动的，就是会被你感动。真的吗 ？FD 说，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对，怕我们冲进来。FD 不是从后面推我们吗？说你还不起来，推不动，推不动，所以他有倒退3步。等，是哪呢？我到底是做着什么代志？今麦是咧播倒一出，无代志，无代志。今麦好好访问伊。好，朱品群，嘿，是，有没紧张吗？还可以啊，还可以，还可以。唔会紧张诶，头前迄清唱呢，我知道清唱跟压力清台呢。假使讲给气模汹涌有冇？哇，很冲水的结果，会不会气模汹涌？那就很尴尬。刚刚老师好像也没有给他一个扣哦。冇呢，你就吃讲了嘞。有吗？老师有偷偷给他扣吗？冇呢，没有。小 K 老师没有那么好相处，应该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没有。所以，那你绝对音准很厉害呢。有吗？有啊，很厉害啊。那这样。很厉害啊。没有给一个扣，这样直接就冲了出来，那嘿，然后会不会喊接不起来啊？还好有接到。对，他刚刚差点哭了，因为他会想到他阿公那个客家人对哭了，没啦，客家人输了。我听我老罗哥讲啊，第一摆糖豆2条歌的时间又够了。因为嘅喺正宗味嘅歌嘅嘛，記得喺2010年嘅時間，同華嘅創作比賽嘅歌嘅，嗰種時期頭前衝嘅平板嘛，我就上到阿公我就叫咧。哎呦，係啊，因為阿公頭擺會矮演嘅衝山歌。哦，就敷衍給人就給人，還沒頂用哎。泛淚。後面我就覺得還好，沒有。開玩笑啦，都清後堂啦，唔過可以推下正經情感通。有客家，然後客家嘅血緣連結起來嗰種感覺。中尾又衝到後嘛。係啊，中尾又衝到一衝出來，哦，你會揪心的。正經，真的。係啊。那個創辦呢，在唐欣賞的貢品。小師弟欣賞。OK，平均係。知道都會講到佢是啲人咧，當嘅大賽佢是比賽啊，嚇，我想變化越來越大。
本身的想讲也去上线，应该无嘛变化的吼。结果也今年的看变化下来，我知道有去甲密西之外呢，还有去角度，就系有去想到也哈较流行的上线的部分的样板彼此。当然来讲，艺术就系中美艺术歌的连同法，其实。甲吉娜讲的嘿，拄好天然要拄到艺术歌啊，天然就系去比赛的时节拄好拄到艺术歌，其实拿第3名。其实头前的清唱啊，真紧当难，好真紧当难。对你来讲，也哈谈到东西就安尼强强的就唱出来，哈，强松的唱出来，我知道你当勇敢，好，这个真的要勇敢才有办法，不然你一下音错了就很好笑了，后面就对，那就全毁了哈。本来你再有感情也没有用，好，所以如果说。刚刚讲，你并让他唱腔整个都改了，所以我觉得很符合现在要唱的这首歌。那如果说喺而家部分嘅向人分享嘅部分嘅話，就係唔可能就像家邊神佢講要練習發音，所以家嘅上線慢慢地會穩下來。其實我建議唔係我安尼做，因為家嘅上線也係很堂嘅出來有上時會磨穩，有上時會磨穩，還有你大音嘅部分啊，可能去家。可能冇注意到，你去給他重心可能一直都沒有改，所以唔會大音嘅部分會下冇按準，可能會飄脫，會走脫。你個走脫啦，冇走得當到。啱講係知道係因為你可能本聽圖對大音嘅部分沒有辦法 hold，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它 hold 好，好想辦法把它 hold 好。那個就係回頭再講那個清唱的山歌，我覺得你有條件練習，有條件，因為人嘅學法又好，知道。要3個的部分呢，你還要再穩一點，因為這個算是剛剛吉娜講得很好，它就是一個最重要的精華。要這精華你做好了，後面你就輕鬆了。這樣 OK 嗎？好，安子 C， 謝謝老師，對，這樣面對現實了哈。OK 的，看下客家區嘅第一棒，客家人，來，主平均嘅分數。還好啦，可以耶，很不會做台，我以為想說都90怎麼辦？哎呀，好，我怕我後面的隊友追得太辛苦。哦，正經哦，很體貼呢。老師沒有那麼狠啊。不會啦，不會啦，唱得不錯，還有進步的空間。練習，練習客家，加油！好，謝謝羅哥，謝謝大姐。像客家人就要靠後面的了哈，客家人靠後面，沙哈的非客家人，愛下吹嘅陳凱水帶來聲音嘅發響，唱過了。不是客家人聽不懂，都跟愛上 demo， 對，唱，然後他們一直不知道我在唱什麼，就說你為什麼一直在上 demo？ 上 demo。遠處傳來層層花香，海岸上起幾團時光，命就像你當你生活所伴嘅香水香濃。遠處傳來層層花香，海岸感到淡淡悲傷，愛離開你。有一段時光，你倆在馬甲天空，聲音的發響，讓面都將你深深地響，不想再想，不想再想，偏偏愛想再想，聲音的發響。面都到底就唔得望，愛人的強，愛人的強，偏偏也愛人的強，我竟愛上的夢。
风珠传来层层花香，海爱感动，淡淡悲伤。爱离开你，有一段时光，你俩才马到天空。声音在发中，命面到笑面，酸酸家乡，不想再想，不想再想，偏偏爱上再想。声音在发中，命面到倒去，酒不地梦，爱因家乡。偏偏了过你的脚，我竟爱上变梦。我靠！我比所以不会紧张，对呀，大家都冲得亲吻，哇，厉害呢！这是你看，所以有时候这个轻松随便唱一唱，这都很好听啊。我记得两条狗也是有次冲过，你知道吗？你有唱过对不对？但是那一次就太紧张，嘿，你今天唱的歌词都唱错了，这次要来扳回一城，扳回一城，有特别练习就错了。这唐公上一次好像唱这首歌怎样？唱到那个还被人家笑，不忍笑了。哦，对，因为他最后一句歌词，因为不是客家人听不懂，都进来上 demo， 都会唱，然后他们一直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就说你为什么一直在上 demo？ 上 demo， 好了，把糖一人黑暗用啊！上 demo， 上 demo， 哦，对呀，这还蛮好玩的，有时候语言那种东西哈，对，你会搞错他到底在唱什么？对，其实腔用嘅发音，冇腔用语言嘅意思冇同哦。不过腔吼，家出去比赛啊，就会输死都好朋友，每个好朋友。抢几来参加你农业大旅推这样的比赛，哪一位？我们的婷婷，陈婷婷也是歌后，对，是她先去比赛的，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办那个龙潭都有办那个流行客家音乐，客家流行音乐，然后她去比的2-3届都是冠军，然后她就跟我说，后来我们遇到了，她说你怎么不去参加？我说我不会客家歌，她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都可以去的，你一定可以去哦，很有说服力。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去了，你就吃亏了就抽了，就去，一去了就得到第3名，就觉得还蛮好听，而且去到现场听到很多客家歌，真的很好听，对，我就开始越来越有兴趣，后来就来这边，就开始来去研究一下我们客家流行歌。还要感谢婷婷这样推荐，对，推荐你来这样子，对，我们才可以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对，对啊，很清亮，很清亮，然后这个现在口气控制的很好，真的，我觉得你喉咙维护就是恢复的很好，要先撞击过以后才会恢复，也是这个原理没错，对，不过像婷婷，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励志的故事，因为她只身来到台湾，对啊，就来那边读书，来那边读书啊，也没有很多的经费，她为了生活，她势必要去参加青岛比赛，去赚钱嘛，那赚钱可能就是打工还是去干嘛？那她的方式，她是去看所有全台湾任何的比赛，还有客家的比赛奖金有较多。对啊，所以比赛没青岛，因为这样子，他才特别又去写了一些客家歌的比赛。俺们因为比赛就老经验是哦，真的呀。没比强用一只比赛，所以你们推荐你过来吗？俺们的就请来了老几合作啊。对100来的时间。对啊，你看就是这样，大家就因缘际会就聚在一起，对，懂我啊，对，以歌会友，是，对，那这样唱完了，来唱那个哲伟老师，对，嘉宾欣赏。正经係以歌會友哈，開始唔單唱係因為講叫嚟比賽，佢之後客家話當好，客家歌當好聽，佢啲比賽歌場禮拜度哦，他更勵志。他來那麼多次，他最後做得到佢上嘅成績之前，他的喉嚨又受傷了。你說他是？對，我就說可以，應該講可以，就是他一直讓我們覺得很
特别是我会觉得很心疼，他受伤的那一阵子，我也介绍医生给他，然后每天要关心他到底状况怎么样。这样是当上爱必生啊，讲。我觉得唱歌的日子还很长久。如果你爱唱歌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现在的状况养好。那刚刚糖都有唱歌啊，贴片龙耳机拿去糖，我发现好像你进化的很快哎，但像很后面的问题解决的。列数歌曲哈，你要唱出性感又不煽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懂难。你今天做的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海龙太讲，我发现唱歌很偏是懂重要，面部的表情懂重要。如果你是这歌，其实你不需要皱着眉头，你应该是要非常放松。你觉得他的身上的香让你觉得很舒服，可是你速度有那个皱着眉头唱的时候，相形之下，你除非有的会狗冲有它太狠太紧了。你其实这种歌要很松很松很松，你的身体松了，你的表情一定要松，冲出来你的嘴唇啊，你的喉咙你才会更松。但是你已经表现得非常非常好了。来吃到真给他讲人家吹爱紧张。我下吹厉害哦。来看一下几个分数。看一下陈凱水嘅分數。66.7。哇！哎呀，连续2位都这么高分啊！连续2位都这样用呢，不过凱水最近會唱清楚。是，真的好，替你高興，好舒服。对啊，就不會煽，你說什麼不煽情？性感不煽情，性感这歌的重点在这里，但很恶心。没有，不会啦，恶心不会吐，风流而不下流而已啦。真的，这是老师形容的，谢，好棒，听起来很舒服，舒服。罗哥，如果再讲一个词更贴切，就是肥而不腻。哎呦，哦。你有针对性，我觉得。为什么讲完你共中啊共他俩地方会鼻癌？你看得出来，而且他还看着你，不是鼻癌哦。他不止，他看着我，他还比我。好啦，不怕啦，大人有大量。好啦，什么快吹？谢谢。对，撒哈的客家队。撒哈的我客家吹了，哇哦，阿里泰的哦，临时领带的按球好吗？来，场合了。心思，却伫阮拄无奈呼吸，剩阮不得心跳在在，不知爱娘甲啥。天使转枪人心思，不渡桥铁桥人间故事，出去行行好透气，赛赛你跳出飞戏。安叫好梦，天悠悠喊上来了，上家门安走起，大大做久大电视。安叫好梦，天悠悠喊上来了，饮茶饮酒饮咖啡，聊天聊天聊是非。天使转枪人心思，不渡桥铁桥人间故事，出去行行好透气，赛赛你跳出飞戏。安久无见无心思，
曲离阮都无奈放弃，春阮不得心头扎扎，不知爱用隔山。天使转枪无心事，我独曲提求人间故事，出去行行好透气，晒晒日头出飞鱼。安叫好梦，还有有寒冬来了，想家门安走起，大大做鼓大着心。安叫好梦，还有有寒冬来了，啉咖啉酒啉咖啡，聊天聊天聊是非。天使转枪免心思，我独曲提求人间故事，出去行行好透气，晒晒日头出飞鱼。凉了太啊，这个都很充气嘎虾口味，哎对对对，这虾呀，其他国哎呀，怎么年纪越大越活泼？怎么？哎呀，香港特别唱我国的这种抒情歌，然后要转变一下，问他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对，你要变要进步，要与时俱进，对吧？对对对对对，每天都要欢喜，人欢喜就会唱欢喜的歌，下出来的歌也就欢喜。对对对，对啊，就像你在结婚跟那个失恋的时候写出来、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係啊，有時嗰種前一百嘅落雨落到安尼，伊無執啫，他個都冇拍吹啊，台風不台風不台雨啊，嗰時候呢就有安尼，就下出來是歌，係啦，香港過還有疫情啊，他個就有等你做安尼，對，就香港按叫好冇問候一下，上家問一下，有創作歌手了呢，哎呦，唔單止，創作，我下個月買本配音，哎呦。很賺錢哦，現在賣給大唱片公司，賣本豪記啦、金元寶啦，像董玉君啦、唐麗啦，還有那像賈子慧啦，哎呦，全部都親友名嘅好多歌嘅歌數呢，哎呦，像個島上嘅卡達車吼，寫咗幾個故事，從細就講爸爸吼，去個四浪茶，對對對對，專門去耐老，對對，嗰種。係啊，做對象他們這些台語唱片公司這樣，反正你便宜我就收這樣。係啦，都賣斷了，不是，沒有看作品好嗎？像豪記唱片公司，他們其實在選歌方面也是很認真，很盯緊的。因為給他歌數清多。對對對對，對，多多舞動又多台南。哦，就跟他們熟識這樣。沒有熟識，不熟是歌賣了他才熟。哦，因為買牙歌一張有熟識啦。對啦，係啊。送師牙採法。對對，豪記唱片公司對我們這個台語歌壇也是貢獻很多。其實講講奇怪咧，客家人用我寫好多歌。啊，講個從細彈歌去啊，嗰個好多歌唱到，乜個歌就咁樣唱到人做地講，大家架構去樣板。因為可能你睇自己喺成發地步讀，唔單唱講去讀到客家人啊，好多發朋友啊，原住民嘅朋友咪親到。係啊，厲害咧，真勁啊，厲害啊！冇人，都冇人親啊，寫歌誒。啊，我唱歌打進去，你係我寫乜個歌誒？有啦，有人親啦，有人親。你的歌吳董不會接受了。係啊，你兩個特行嘅啦，特行對，我要介於中間啊，你可能多。大家比較這個能夠去傳統，不是這個傳唱的那種。對對對。我都不能傳唱。對了，豪記的歌很他有他的 TA 在。對啦，啊，董玉君的有新一點點有新一點啊，我們再去聽看看，還起來彈寬啊，雙面茶寬啊，哈。過年還要彈嘉修老師。來。哦，創作歌手憑創作歌手有沒有？冇咁。可是講真的寫得很好，寫得清楚吼。佢感覺，但是就一點細點的就，你平常自己就唱嘛。
有唱过诶。有拿了唱呀？有呀，10月12號張發表。也冇啲縣政府嘅廣場舞比賽嘅歌曲。就他唱咗2條歌甄選嘅歌曲。我睇出條數未啊？大媽廣場舞嗰種。出條數未啊？有3首，有貓狸喵，個還有วิ่ง加油。วิ่ง還有韓叫紅。有6號嚟啊？6號咧。10月12號發表。硬是講冇講有啲細建議啦，吼。因為硬是講我講。前面看慢嘅所在吼，因為拍比賽，所以你衝出來加磨槍，你平常做個功法按自然了，就切得，感覺這種為了比賽加有點氣沒有換好，就彈起來是感覺講有點緊張的感覺，還有呢表現的方式呢，有點過度的興奮，沒有辦法把你很正常的水準表達出來哈。要是聽大眾了，至少對今天的表演來說，所以我給你的分數，其實如果你再放鬆一點的話，你可能會有更好的表現。好，趕緊按這，那到底給了什麼分數？歡迎阿月弟啊，歡迎阿林時林嘅分數。還有96分。真的是啊！哎呦，真的，你下嘅老朋友咩強款啊？唔會啦，咩算，反正就先來變一下啦。先都眼神死了，我看到。現在神仙難救了，對，他已經眼神死了。對除非講嘅法身夢詞。一筆夢詞，喂，華生忘詞，好了，冇啦，開玩笑啦，加油，好，謝，王司令啊，恭喜哦，好，繼續創作哈，安子 C，沙來嘅朋友，我要出法身帶來一首。相遇年，相遇千萬遍。我那時候出國的時候也是用客家話，從頭都迷啊。出國啊，因為我去那個韓國的時候，因為韓國那個華語也很厲害啊，台灣話他也聽得懂，很厲害哦。真的哦。那個化妝品店，我們那時候想說用台語講話，結果他這樣湊過來說阿里貝貝啥這樣，我正想說死定了被破解。離開愛概念，愛的心比松啊，母子流連連，離開一年，相依一年，都乃死都乃劫，緣兩沙總袂相見。愛上感染，化作一層夢魘，陪我送啊到啊，送到你的身邊，離開一面，相依一邊，係唔係有可能倆情緣還會相見？相遇一年年，相遇千萬遍，無奈何無雙的誓言。相遇一年年，相遇千萬遍，無奈何緣裡有啥無言，才應該恨愛恨愛恨，也唔會緣。做一層夢魘，陪我送啊到啊，送到你的身邊，見你一面，相依一邊。
嘿唔嘿有可能俩情缘还袂相欠，相遇年年，相遇千万遍，无奈何无双的誓言，相遇年年，相遇千万遍，无奈何眼里有啥模样，才爱恨爱恨爱恨，忍袂下。离开爱概念，爱的心比松啊，母子流连连。离开一年，相遇一年，会唔会有可能俩情缘还袂相欠？没有受到诅咒哈。有忘掉吗？有吗？好像有哎，有吗？有，真的假？真嘅呀！哎呦，欣赏够油嘞啊！耶，奏效哎！哦，对了，我史上第一次哎！干嘛？啊，第一次怎样？第一次唱作词啊！啊，抽歌词哈？对，我从比赛到现在。对啊，对啊，我今天出来一直很紧张哎。所以众志成城是这个意思吗？老师可以这样用吗？真的，等一下要去拜拜，好爽啊！我今天忘了拜拜了。去干嘛配输啦？这我们的乖配啥？没，是我们客家人团结力量大。对啊，对吧？哈，我觉得后面那个压力很大。团结就是力，那个磁场效应。对，有时候亲民一撒，就真的压力很大，阿里金开啊。对啊，压轴也不是好。本来想说你应该蛮压轴真的啊，是啊。我怎么觉得有点炫耀？哎，唐贡讲朋友还好讲你呢。哎，没错。所以你是口水吃多了就会讲客家话。对啊，但讲朋友好讲你每一天我讲人家太太咁。我你看一部扛嘅時間，我用客家話講吧。哦，這個我用客家話同溝通啊咧。哎呀，慢没有呢，我们就是怕别人听懂我们在讲什么，都用客家话讲。你不卡，你在讲嘛啥卡？哦，没啦，那我不会时间吗？按钮吗？打暗没按钮，对。哦，还有我们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出国的时候也是用客家话。哎呦，对啊，从头都米啊。出国啊，因为我们去那个韩国的时候，韩国那个华语也很厉害啊，台湾话他也听得懂，很厉害哦，真的哦。那个化妆品店，我们那时候想说用台语讲话，结果他这样凑过来说阿里贝贝啥这样，我正想说死定了被破解，就开始用客家话都听不懂。然后他嘎发眼睛清白的，有。哎呦，那个所以就记得哈，我多学一个课语，多喝一扎医院啊，出个清风边啊，多一种语言啦。不管那些共发，还有搞好啊，还有我们唱歌啊，其实多一条，多一个机会。对啊，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真的好厉害哦，好超强的，真的。对啊，不过真的很开心你能够忘词。我看前面老师的头都抬起来，全部醒了。哎，真的你没有讲，我们听不到，听不出来，真的陶醉在你的歌声里，真的就像我们这个歌手，有时候歌词忘了在台上，我随便带过去也没有人听。跟俺无唱，俺错唔错呀？唔记得歌词，冇人弹过啊。对啊。好，讲四 B 欣赏。四 B 欣赏，对。欣赏。OK 啊，羅哥你有魔咒。真的。OK， 其實我當其他花生從有試過嘅，主要頭擺嘅創講嘅應該講頭擺嘅講學客家歌嘅時間，同一位老師嘅歌嘅同當到，其實有首歌真正當有感情，用兩個嗓線來表現，我覺得綽綽有餘。而且你剛一開歌那個關於山那個地方的寬耀老師，你唱得好好，愛也唱得好好，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突然。你一定是羅哥的魔咒突然顯象出來，給你客家精神出來的。我還在，羅哥從頭到尾一直盯着我看，這樣。就突
然间我觉得你的忘词是你把拍子弄错了。你把拍子问题啦，你把拍子弄错了，就在这个地方你开始慌了，这地方是很可惜，不然我真的是觉得我这刚刚就不知道犹豫了，我该怎么给分哈因为还好啦，就是说。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很值得在这个舞台上，让我们再听。好，但是今天的声线真的漂亮，亚述各位真的漂亮。是不是？这个你在教学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对，万一你被学生挑战了，没有，我老师你唱错了，没有，总是被挑战的。因为台下很多客家人，有时候说老师那个他们讲客家话比较准，对，有时候会跟我讲，我们就互相讨论一下，对啊，教学相长这样。对，好，谢谢罗哥，谢谢金娜，谢谢啊，还没看分数，是哦，我上次不是我想要唱错了，要看什么？要送客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去门口摆糖果了哦，快一下法成跟我说。哎呦，又是你这样欺负我。谢谢法生，我们客家会感谢你的贡献，真的哦，是，我的伎俩奏效，是，谢谢罗哥，谢谢吉娜。好啦，什么发生？给魏志你抽的清后啦。好了，我知道了。好了，回去了。三雷下个追两先带来韩国。好嘞，躺了。上高下，唔知高你要幾多年？行過細路，變得愛嚴重；行過江橋，青春無人照顧。行細度了，高熱高處，幾多春夏。出道，比高東南西南，比高天地，比你安於做呀，比愛愛安地。不管行北行南，行東來邊去，行黑老不靠最上在意，比高東南。西南都是給給你，比你愛人多了，比愛愛愛的。不管行哪到哪裡，不可容顏的心獨立。春夏秋冬，比高東南西南，比高天地，比你愛叫做了，比愛愛愛的。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邊去，行黑老不靠最上愛在意。比高東西南都是給給你，比你愛叫做了，比愛愛愛的。不管行哪到哪裡，不可容顏的心獨立。不管行哪
念还是一样哦，好甜哦，哈。对呀，唐生妹从韩国那种感情感觉无强用。对呀，你已经大3了，怎么还是小孩子的感觉？就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因为不是，可能就是因为是妈宝跟爸宝宠出来的关系，就会这样。真的，每礼拜还去接你。对啊，就是大1、大2都是这样，然后大3是因为今年弟弟也考驾照，所以爸爸就说啊，那你们2个就一人开一台车进去。是差异好高，这不止家宝、妈宝、爸宝还炫富嘞。不是，开爸爸妈妈的车啦，因为爸爸跟妈妈2个人都是黏在一起出门的，所以他们这样就有多出来的车可以，就不能用啥四出去超嘞哈。对啊，应该是那种3宝类的哈。我往前都没有问题。往前是不是？对，倒退就是龙丢5虾就对了。不是，就是需要那个旁边帮我指挥，就是左边一点，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因为你跟我说左右，我可能怕又转错。我们在路上开车最怕就碰到你亚中哎，那是真的。对啊。管我，真的哦，你比他严重就对。他负责往前的，你负责往后的。负责往后是不是？还是你负责插旁边的？没有，他是逆向。他是逆向。你很错。花莲路比较大条。哦，对，大到可以逆向，随意你开都知道了。呛在这位老师嘞，你真嘅要看先睇哈。假使讲，爱卡的创嘅韩国，迄檸檬水嘅话，其唱两首歌曲，出迄捧桶檸檬水。哎呦，大捧桶，大捧桶嘅有点酸酸甜甜。我知道以前轩唱歌嘅时间，可能细时间有动到做在模仿的对象啊，譬如讲于娟啊。捧桶有2种，一种是小蜜蜂嘛，对不对？对，有一种虎头蜂。哎呦，那它应该是虎头蜂的那。它是女王蜂。女王蜂。又有我的事了。躺着又中枪啊！吃那么轻某喊嘞。我讲轩以前唱歌可能有动到佢学习的对象，特質事件都有。從於娟開始，看下就注意佢。我知道佢以前唱歌，譬如講佢當上來展現他喜歡偶像的，或者佢學到嘛，佢出點出來。所以那時候會覺得說，你的年紀好像你的歌藝這麼厲害，那唱得那麼好，可是好像就是覺得。還蠻多嘅味，可能今日嘅東西冇強用。今日唐豆人唱那首歌曲，我覺得除了我家形容的字呢，我覺得那個經驗度是100分，超過100分。我覺得你厲害懂厲害地方出嚟，你有很多的武器，你知道你那首歌曲，你用乜嘅武器來展現你很厲害的歌喉跟很棒的聲線。本身分數當過，唔係因為你客家嘅，係因為。你一路行過來，從按到客家歌，你衝出你自己的客家歌。謝謝你。哇，感動哈。有啊，因為其實這位老師也會說，你就是龍勸軒，你就是你呀，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謝謝你記得我常常說。對，他常常就看着我。天天的就會請出你自己的真的，對，慢慢就會找到自己的型，自己的路。喂，龍爸爸，做自己哦。喂，龍爸爸，女人很棒哦，買台新車。我是蜜蜂，这个哈什么哈？对，什么？罗哥，好，我们看分数。蜜蜂从1岁的蜜蜂，如果变到100岁的蜜蜂，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吗？蜜蜂木乃伊啊？不是，蜜蜂哪会到100岁？就从1岁的蜜蜂到100岁的蜜蜂。哦，都不知道什么？唔知啊，都不知道，高龄蜂啊。我来看一下梁先生。我来看分数来。57分，清果分。哇，你客家吹嘅客家自贡，客家自贡，咩客家自贡哦。哇，加油，做自己，好不好？做自己，咽后七嘎，好不好？咽后七嘎，我们说，爱一边一边咽后七嘎。客家吹呢，总共的分数你下分数出来了哈，你爱客吹嘿289.1分，客家吹嘿289分，哇，差到2.1分。恭喜爱客
下吹，恭喜飞客家队！哎呀，为下吹没好啦，客家吹没好啦，哎，你都会好冲客家歌。对，啊，也希望那个非客家人哈，你们继续的发扬我们客家文化，好不好？帮我们一起传承下去，好不好？谢谢，谢谢啊，那3位客家朋友啊，什么？你有你好朋友。对。凡事我梦拿来，从小后时阵，全部会讲国语，所以俺爸爸唔系俺哋学三体话。这种事不管他讲发呀，讲演出民发，全部叫方言。50几年是的哈，是安用的啦，刚好总在讲方言啦。但是应该几多岁了呀？总的嘛，看嘛。安古开天啊，都已经啦。哎，你演出名的名我那么改，我没有，没有哦，马都改都跟他比。哎，哇，两个传统的 TPK 吧，哎呀，传统的 TPK 吧，因为厉害呢。哇，今天今天非常的特殊的一个。TPK 吧，演出名，因为你客家人分咗2出要 PK 呢。演出名都客家人，分享2位好朋友快，做得家都祝福了快。演出名朋友一唱客家歌哈，咁咩某一個嘅事情。冇咁簡單咯，啊，全部分咗2出比賽，贏嘅幾出，就得得到獎金1萬元。好，得啊，哈，認真拼啊咧，哈，好，來，客家人冇溜開哈。來，也安尼，所以沒嘛政治比賽沒有獎到評審先生。曾明哲先生、李秋霞先生、羅英先生。好來，現場介紹台了啊！好，你要準備好了啊！準備好了哈。好 ，OK， 開始 PK 了。開始咯。好來，有請 TV。TV， 你嘅演出名嘴嘅用力帶來熱有情。來，躺啦。天下唔太平啊！
哇，你这哎，你原住民的名我都冇改。我没有，没有哦，马都跟他比。我只会讲那个比鲁钱哦，钱叫比鲁啊。因为俺妈妈从小就被领养的，虽然只有血统有而已啦，血统有而已，我从来也没有跟原住民那个家人混在一起。啊，不过人家是三夫咩黑啊？你阿黑俺朋友台湾族的公主，加哪个？哦，你做个老啊，你特别去太巧了。因为我们台湾族的那个米饭是他厚啊，太巧了。哦，山猪肉吃多了啦。我们唔低。唔低。我跟你讲，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可能会精神错乱，因为隔壁台是原民台嘛。转过来为什么？看到又看到原住民又冲客家歌，又转过原住对呀。老豆去个电视fight 哎呀，怎么会变成我原民台变17台？而且还在唱客家歌。怎么会这样？可以发张语威哦，有冇哈？你原住民团没做的前，你可以冲客家歌呀。可以，好冲一下。真的好特殊哈。一身装扮，而且 V 团的节目啊，特别打扮。两个朋友，你讲的春日部落，基上的本案，你要半套而已。半套。因为他们有分头目公主的衣服跟不一样，我还有2根羽毛没有插。台湾出的有青斗枪，有东牌，对，有规矩的。2根羽毛你插上去，你就可以去演那个客家大戏啊！哎呦，你看上音做的了。哎呦，给金币冲要冲得很真厚，真奇怪，好像有祖灵在帮忙呢。真的，你刚刚唱歌，你有喝小米酒吗？我不会喝酒，你不会喝酒，不会吃酒哦。原住民不会喝酒，就跟那个拿基路不会唱歌的一样。拿基路会嘛个？有一个原住民的歌手拿基路，他很奇怪，他是所有原住民里面不会唱歌的。奇怪，没某一听啊。哦，来，冲的唐先生的贡品来，好吧？向民族欣赏。好，你是呢？佢嘅歌声真好，因为必须就按长久的时间，慢慢累积的经验嘛，之后用别人来诠释，你阿首歌有嗰種說書的感覺，按用人來唱，讓開始會聽人嘅是的啦，唔過歌來到音樂落去是有個陽剛味的，有出來的，就抓到那個重點了，所以說，不錯，加油，繼續努力哦，謝謝老師，謝，安子的看這個分數了。可以哈，原住民出一個用力嘅分數。怎麼欣賞？又是2.7分，謝。你看，做到要3步都憋起來，你本來就可以，好嘛？憋起來。咩？我係叫到嘅啦。好啦，大概都欺負你。辛苦咧。謝。好啦，哎呀，太棒了，謝。哇，零零珑珑，青老烟吼，真的。我有时候请讲，佢哋都会手工诶，手工做诶，懂有型嘛，嘿，有型他们家好有诚意啊。好来杀好了，我们客家队的啊，不要闹鬼了。吹的吼，唔叫蓝带落平板。躺了。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克兰金哦，亚就客家了，连头饰都很客家。真的，跟用今年有冇做嘅原住民嘅衫出嚟？刚才有没原住民？哦，你们原住民的哈，对哦，你们原住民。講應該青島嘅原住民嘅朋友。我有我喺頭上班青島原住民朋友。哦，為什麼你是住哪裡？佢哋咩當我唱歌，我咩當我唱歌。啊，佢哋咩當我跳舞，我咩當我跳舞。哦，那就做好朋友嘞。所以大概是以歌會友，就這樣。對，都變成好朋友。哦，有碰到什麼故事嗎？哦，有拜我都去爬那個司馬庫斯的堅石嘅地方。啊，爬到半山嗰時，佢頭前有幾個人。哦，那有山地人呢？那山地人很生氣，他說：“不是山地人了，是原住民啦。”哦，你要做唔得用講，那用母語。他們很在意人家。已經證明叫原住民。對，的講山地人。因為他講很大聲。要說他們叫山包。冇啦，做唔得。對不起。做唔得啦，冇亂講。因為他們抽煙都抽三包啦，抽煙抽三包。三包太多了，講正經。係啦，拍謝啦，對不起啦，原住民朋友，對不起啊。不會啦，我們羅哥人很好。對，我開玩笑啦啊！我再請你們喝蜜酒啊，大家聊聊天哦。原住民朋友很樂天的，他開得起玩笑的，真的。沒親口搞，好衝狗又好跳。對。有上次講嘅小口沒親等一下，真的。記得頭擺有一班吼，有一隻嘅19嘅比賽，記得我就講。我就問過，你有冇去參加嘅比賽咯？哎呦，哪有那麼好？去參加比賽還有酒喝，我馬上就得冠軍了啊！人哋就會贏咧，記得我就講，記得是個酒係貴上嘅踢起來，唔係一關一關嘅。沒有喝酒唱不出來，對啊，等一下我們再好好聊，我們去年碰到那個事情。對，現在唐先生的講。先唱秋下先生。係。按至於咧，曲蘭因為客家人哈，有吉人嘛哈，有吳吉蘭，我都吳吉蘭。吳吉蘭，哎呦，名好多好。厲害哦，佢必須過水期，咁樣嚟創一個平，人腳當平當順，比上一時較強壯。上一時唔可能叫冇來，所以比較較緊張。緊張嗰時嘅人家種嘅後年就比較較硬哈。按人腳咁樣兩數個表現得非常好。唔過係要多少本隻建議，第二咩時間要注意嗬，講話後面要做出來。你處你要衝嘅時間，你克服嘅困難。你高音衝起來，但是第二咩時間要注意，當然你第二嘅後面要做出來。真正會衝高嘅人嗬，你高音衝完咗啲大家音，後面要注意，你第二咩所在要注意嚇。今年本年就全體傾啲。好，可以睇嘅分數咯，好，吳秋蘭嘅分數，哎呦，96分。原住民的朋友不好意思啦，我們贏你們一點點。嘅係冇一天啦哈，要播韓語啦。後面還有4個朋友啊，真的，啊，先恭喜秋蘭姐，先恭喜哦，楊哦，目前係啊，體育館楊，好 ，OK， 好，謝謝安志姐，好了，來做小曲，好了，沙下來的，沙下來又係揾到人哋演出名嘴，勁風帶來3個字，嚟等啦。了代那去，已成了風
凤姐，锦凤姐，你穿这样反而边有上呢，边上。真的，一挺矮啊，一挺矮，冻有米头啊。送甜食啊，冇母酱的吼。总得啦，它有藕包的啦。对不起祖灵啊，哎呀，你嘛该出啦。泰雅族，台呀，打雁出。唔像你以前冇迄多散蛋糕嘛，其實迄細都來平地迄個嘛。啊你呢？你有迄個散蛋嗎？我係第三讀啦，我通學43有2屆客家人，2屆按像那樣人啊，一般啦。哦，是其他全部嘅原住民。哎呦，通學啊，43有36歳係原住民。啊，你們原住民啊？對啊。我媽媽係啊，我們算混血就出嚟。原住民啦，客家一般。我爸爸係四川人啊，台6個。所以跟你啲散蛋有迄講究嘛？有啊，到各種邊啊，按用英國會講嘅原住民話咯。我爸爸吼，人哋老母啊，青龍師啦。我爸爸吼非常傳統啊，佢台6過來吼，他講讀小學嘅時間，佢線上就唔得講方言啊，是就在講國語。啊，講山體話講嘅客家話。講冇乜嘅問題啊。佢會做啊，做到時又做料杯啊的話吼，有。鉛筆啊，冇是鋪啊，有去報告老師的話，他講你讀小學年代久遠了啦，係啊，讀小學時間跟下是要做嘛，全部係講國語，所以我爸爸唔係我哋學山體話。嗰種是不管客家話呀，講原住民話，全部叫方言。錯，50幾年是誒吼，是安用的啦，剛好總得講方言啦，但是現在幾多歲了呀？總得嘛，知道已經等一下，觀眾朋友看唔出來，看唔出來啊！看咪定50歲，冇啦，根本做2成有他有上，我看這個真的，今天奇怪嘅的穿到這個自己的族服以後，感覺那個衝過就好像就很駕輕就熟的感覺，就有跟原住民親會衝過跳舞嗰種，好像就會幫忙，台風冇洶湧對啊，就像我們去年參加金曲獎的時候，講到嘅正經啊，吃到情感。那個蔣勁新老師他們，推動嘅中心上啊，對，還有蘇米恩，嗰種是蘇米恩，佢係阿米出嘅，對，我們要上台之前，他們在後台就拿了那個高粱酒，有沒有？就倒在杯子裡面，然後先把杯子，然後用手就沾，然後就對，然後就彈，就要進祖靈。啲嘅副圈啊用彈，我專門蘇敏講兩個意思，佢就講，兩意思就會講，Andy 兩下老祖靈講，兩下我啲兩個 V 手衝過。不然，就知道哦，情感通呢，佢哋嘅文化保佑我們，這樣用傳承嘅，哦，趕緊帶 V 中 B 啊。對，然後拿帶 V 就會按用金酒啊，然後就直接喝掉。對，然後出去唱歌，哇，特別好聽，特別好聽，真的，對啊，講到原住民啦，然後人客家咩用有青島嘅文化去傳承，真的，好嘞，嚟從頭嚟唐先生講好，蔡英先生，好，其實我感覺今日嘅主題非常嘅歡喜，因為我當見皮了到唔係客家族腔嘅人，就係記得做得來學客家歌，唔單淨係安陽興嘅。像是他做得講記了嘅客家話，可能比記了本來嘅傳語講到很下好。哦，真係。係，其實因為警方大姐從了3個字啊，原當講就係一經從經好咧，好，不過入到時候唔單淨係你，你像是從一些美文冇注意，就係今日嘅日，好，韓國咧時節嘅節，好，咧就係合短嘅日。好，我講你如果佢拉長一些的哈，所以一談起來嘅人味就冇人講，哈，啊，我講做得做比較就係凡是木來嘅木，衝到清好，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字好來做參考。我想你係3個字嘅表現會很下好，很下講，什麼意？好，然後要來看一下啊，有沒有主靈有沒有保佑一下？來，看下年出名水嘅劍鋒嘅分數。哇！哦，
返回一层啊！46.7哦，干嘛，厉害呢！厉害哇！是真的啦，真的啦，加油啊！弟哦，什么？原住民朋友真的好乐天，真的加油！你们今后搞了，走2-3步就有原住民的腔调就出来了，出来了。这个 feel， 你可以这个跳下去吗？杀了客家队。范思允带来落山歌。唐哥啦。人生天路。但请问一下，你个客家元素的呢？贵良的，贵良呢？你们觉得黑吗？贵良的啊！你看吴吉良，你看他的表情，他在这边。杨宽那一片，贵良那一片哈。对啊。人家是贵良啊，讲啊，透明的。透明的。那你里面应该不要穿呐。啊，在球嘛，跟某种用做某种，你是做我们的博出了吗？从头到尾要帮你打草莓呢。有寒时节，청산歌人生两半收天。
认真看。你量啥好啊？很欢喜啊，开笑容容的，乖哈，你心情特别好呀。你董事他做个那个一毛个两个嘛个，你是戴面具，你就做在做哎。是啊，做的。哎呀，哦，冲过呀面的笑容，笑容哦，像很清欢喜的感觉。冲特别下呢。但是给冲马个，你是爱表情出来呀，对不对？欢喜的狗就刺眼的呀。对，不用强壮啦啊，对。但请问一下，你个客家元素的呢？你系改良的，改良呢？要修啊，那手工的，纯手工。我知道什么手工。哪里有客家元素？哪里？你要煮黑啊？你要黑吗？普通毛的啊。黑吗？你们觉得黑吗？改良的呀。你看吴吉郎，你看他的表情，他在一直在那。杨宽那一片，改良那一片哈。对啊。那是改良按讲啊，透明的。透明的。那你里面应该不要穿啊。在修嘛，那某种用做某种，你是专门在播出了吗？从头到尾要帮你打草莓呢。哎，讲到思源这边真厉害啦，对，做到一个鬼，用蛮厉害。搞到询问啊，厉害嘅妹啊，对，香港头版冇學客家話咧。嗌吼從跳出來講下，我講小姐，拜託啊，媽媽老兒講下，你就讓佢講貴嘢，按做唔得啊來講，係啊，所以講佢哋下就慢慢改變，就做得咧。佢是從客家講應該就會好時到客家話。有聲音嘅講真，你哋講客家唔可以煩哦。係以前係哦，以前佢叫嘅嘢都同佢講法咧，嗌出來開始講下。哦，叫嘅嘢咯，9個月，9個月，9個月就會講話。懂會跳舞，懂會跳舞就叫張嘢都係唔會叫張嘢的，我當本來拿相片來分就可能。應該講慢慢吧，吃飯吧，吃東西要慢慢，從嗰度。沒，吃飯要吃飯。哦，叫嘅嘢會講吃飯。哦，反正叫張嘢會講給你的舞。就佢啊個舞台呢，拿茶几出去給他舞台。哎呦，好嘞，江明珠先生。思源唱喺樂山歌，上雲青年呐，嗬，歌唱也做得，不過我注意哦，後擺嗬，冇調到10分歌，10分歌啊，講唔會白踢。人嘛，我做題按用人啦，今日係本鼓勵啦嚇，冇扣你嘅分數啊嚇，冇做你很多嘅按用上要上按獎嘛該會白踢，做對小心繼續努力來，好，按住這樣子，你是個商品，你真名就講你這個槍，有些槍，嗰種感覺，係槍有些槍。來看幾個分數，好，看一下范思源嘅分數，96分。哦，96啊，係吧？好睇咧，係啊，唔怕啦，個 high V 嚟叫啦，順千後面嘅撞上腳撞厲害，係啊，嚟喺邊度叫啊你，好，加油，可以哈，好嚟去做小事哈，好，殺下來，好，殺下來，幫人哋演出名曲嘅林采莉帶來平板，嚟，彈好啦。就
嗨，娜姐，罗哥，你原住民那个习俗同埋冇共，同埋你汉冲冇共样嘅嘛？哦，唔咁啲。我係苗栗台灣的嘛，就是我們部落啊，給瓜子的時間。哎呦，給很啲瓜子。瓜子，哎呦，迪諾。對啊，瓜子就是那個吃的瓜子。不是瓜子有醬油口味，掃墓，瓜子的時間。對，客家人叫掃墓啦，啊，後來人背幫。係啊，瓜子。啊，人家就留就係客家人完全冇共用。用版冇共用。人家就係青葉班。Q 浪嗎 ？Q 浪青葉班冬日瓜子。Q 浪青葉班給你瓜子。七月半呢？係啊。七月半啊，唔驚死嘅。係啊，你青葉班很多好冬天呢。因為我冬些時間我有問過屋企，因為現車兩張嘢。係，因為我媽媽嗰邊係客家人嘛，啊嗰邊家就係一般大家那叫瓜子，就大家共用，啊就冇共用，我就有問過。我問講做乜嘅愛青葉班，叫當初係我爸，佢就按我講，因為青葉班真可能當牙公牙婆賺的。哎呦！他說啊，這樣才看得到。這樣才看得到死去的長輩啊、親人，這個親人佢講用張可能到，結果我有道理哦，有道理啊，有道理，張開鬼門嘛，張會出來嘛，平常時關起來啊。過後幾下年係唔敢轉移瓜子，大概轉移就懂。怎麼唔乖啊？我講，因為我們那個印尼就全部。散檔嘛，散檔鬼片全部黑，對，轉移就會講。對，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本來這7月哈，青葉時節大家看唔好出門，看唔會出門較好哦。但是今年比較沒有關係，今年出門哦比較不會碰到，因為他們鬼門開哦，他出來還要隔離14天，回去又要隔離14天，所以他們也覺得很麻煩。他們也得嘛有兩種漢字去出來就不想。他托夢跟你說的是不是？韓油哦，人家都有瓜子，嘅東西擺睇咪帶轉去剁嘅啊，係啊，啊轉去張生，對啊，冇，啊老阿公阿婆傾下生，一片白一片生，東西擺落去，擺好香插落去，開始生。就車架上，你都沒有插用，你們那麼餓哦，就是皮皮流失就衝嘞，對，哎，然後一般人看，人家都可能看唔掂，我吃到咩黑咋？對啊，就記得有個習俗，對，就是各個族群冇共用嘅，拜拜一天愛有生嘅豬肉，哦，我哋洗腦，對，係冇，醃豬肉，哎呀。我泰雅族係講達米安，生豬肉，一天愛油，今我就係嘅，那個荷巴族嘅嗰種西魚那種，係東窗，咩係槍豬肉安用，種，都是生的，天色啦，就用米，然後醃，加鹽嘛，發酵嘅啦，還有發酵，豬肉係發酵鍋，對，發酵鍋嘅，就一張嘢吧，就會順順，其他就好食嗰種。難怪個聲音就是特別不一樣啊！特別唔同，可能某一天食嘅東西哦，聲音特別好。哎呀，來請教一下嘅咧，你就話欣賞。佢哋種個韻腳嗬，以前在戲棚當地鋪糖嘅韻腳，所以唔叫你創起嚟，我感覺誒，冇乜嘅強壯，俾人感覺嗬，當天數嗬，糖又當爽快。啊，唔過我係本就建議啦。既然你上任就拉量，去拉足，每件肉咧做蔬菜，你冇關係。你上個我雙父要從頭講，4級8隻，然後當然以前你戲棚當做演員，其實講啊7集9集講下創到做的。唔過你啊，既然係比賽呀講嘅表演你是盡量的，你以前嗰種嘅攞錢比嗰種嘅創法就是老你你戲到佢做比足，冇每件咯，唔嘅掂下嚟是大爽，每件肉唔是強下創下去，其他鬼數本非常大嘅看添，你客家有啲按後生人按嚟傳承，你個真件當真的，係啊，好，先生。
非常的佩服。来，看一下给个分数。看一下林采妮嘅分数。哇，97.7分。郑梦欣赏。哇，赞哦！好厉害哦，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有成就啊？对呀，我什么？卫生穷欣赏，卫生穷欣赏。车过去欣赏是什么？哎啦，嘿车有车去过欣赏，然后我带基础，我将有红马街就做得按顺利。哎呦，对，萌萌本啊，对，梦注重点，梦注重眼啊，对吗？加油，好，安子生，好，谢谢。3号的亚裔客家队，一个中乡区带来半山野，对，躺好了。掌声如雷啊！用手机赞，我俩咋还不用聊一种嘛？就还好看的哈。推边眼的面容，半山腰，还那眼的面容，面容那个叫一种意境，意境哈。对嘛？来老都问哪一类？俺唔晓跳。你要跳舞凊彩哪嘞？来老都问哪一类啊？野话嘞。我唱凤珠老师教我。凤珠老师仪态亲和。对。不过米农的推背我就会聊，有蓝山，有蓝山咩？嘿，啊油纸伞，错嘛？蓝山。
对呀，客家人山，我家还有好几只哦。哦，真的哦。对，有时候去那美农过嘛，哎呀，如果买几也准了，就不用的人全部来忙着用啊。对呀，拿了啊，屯天属用啊，这做得用，你会做的吧？会做得用吧？对，真给做得用啊。如果出去真的拿纸伞出去，哎，会很特殊嘞。你不要晚上拿出去就好。见你用。对呀，对，冲给普天阳。就像家己讲的，爱给安尼演出民屯啊，汉族的安尼一条习俗，一条木工样嘛。啊，像客家话有乜嘅读到，那不会有乜嘅。神奇嘅事情。係啊，我台北帶迄30人嘅吼，啊朋友啊，伊講我不愛穿白話，恁白話那種足悲哀，說足皮害咩？他們都聽成足悲哀。係啊，你客家話嘅皮害足悲哀，足皮害，係啊，足皮害講足悲哀。哦，有些窮，有些窮。哎呦，所以我們客家人不要穿皮鞋，足皮害，足皮害哦，對。係啊，我講伊通個人講客話講，錯。人人講錯都對嘛，吼，人講佢都按樣樣會錯啊。行業有像錯，對，意思行業的都蠻好玩的哈，對啊，就像那個英文字母啊，對，那個26個英文字母，哪一個字母最悲哀，你知道嗎？應該是。我唔記得咧，我有聽過咧，對不對？啊，對 ，F，哎，因為 FBI，沒聽過，有嗎？忘了，有啊。那26個英文字母，哪一個字母？對，最能夠減少地球暖化？最能夠減少地球暖化，哎，你這叫講好咧。J 能減碳哦，冷笑話，就有些啱拗了哦。J 能減碳。好了，我自己躲起來，不要排誰啊？好了，來，唐先生共鳴。哦，唱尹先生。好，其實大白糖咧，向佢睇即從三個吼，都係一種享受。所以基本咧板上讓吼，其實係講我本意都建議改法吼，就係我想可能。係在表演嘅當個來講，你可能你係速度係學一啲，嚇彈起來你係會學輕快學發跳，因為你首歌曲佢本來就係原住民佬客家人強下創作嘅歌曲，嚇，所以佢嘅節奏本來就會學一啲嚇，因為你係在你係高雄美濃散起，嗰片係當貼片嘅就為所，就係嗰片有客家人。喺嗰片客家人咪當到係咯，人哋嘅原住民來結婚嘅，嗬，佢哋係採佢咧板山檔嗬發展出來一隻客家歌曲，地位都當特殊嘅藝術歌曲，嗬，所以係講如果我本幾條跳舞，其實人當係跳兩首長錯，因為佢嘅咧速度係得，係，所以佢唱起來本來人當佢條才當提唱嘅些。此中是來去呀，北拉風得，係佢條就會旁順跳舞，係所以可能係表演來講吼，按樣應該咧豐富度和那個整體吼，彈起來話合唱佢條嘅動體嘅歌曲，吼，你係本嘅建議，所以唱到非常嘅好啦，因為上任何吼，從乜嘅歌都好聽，是嗎你？好，多謝。好，來看下分數。總曲嘅分數。哎呦，97.3分啊！好，哇，這分數很高呢。7分呢。哇，客家之光哈。謝謝。好了，謝謝安姐。好嘞。哎呀，早上拿到你。很珍貴的呢。他的眼光。好啦，安尼演出名呢，最總共分數幾多分？分數出來咧，你演出名最係290.1分，客家演出係289.3分。哎呀，恭喜演出名吹！按樣嘅
个动作就很一致了，有吗？好开心哦。哦，不过太子家都会好从客家歌的啦。对啦，对啊。不管是演出名啊，客家朋友啊，对，综艺节目共同的发扬客家文化啦。哦，这些谢谢你们。什么好朋友？对呀，哈。但是俺的节目还没继续，我来办那个歌唱比赛哈，好唱歌朋友跟我来报名。叫他天花来人96667人6人，还有传真天花人227778131，等待太子家打电话。我记得打电话哈。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哦，谢谢。什么李祥林先生辛苦嘞！哎呀，谢谢你演出名好朋友还有客家好朋友什么那个什么小强老师还有光雀先生，谢谢老师辛苦了。来，什么你演唱的动作你辛苦嘞！把你班忙唔记得，你怎么准时吃饭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空下来，再见，拜拜。